家属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学，所以他可以叫他不要厉害。跟到的，不要头，你刚才过来掉了。还有轮椅吗？还有是啊。毛毛病上还有轮椅吗？你这边有轮椅吗？有轮椅吗？可以借一下吗？给家属坐一下好不好？轮椅。刚刚经过了，他去办资料了，去办手续。对的。哦，好，看下好，啊不单。